教育部推动以后就学贷款补助方案，抑佫伫咧读册贷款前，会当直接甲最后一学期的这个贷款本金扣掉。已经毕业等咧还这学费贷款的，若准有符合资格，会当直接扣掉一年还款的本金加利息。教育部预估有54.6万人左右受到帮助，按算今年7月开始办理。虽然家庭环境特殊，吴同学因为高中一免学费政策。高中无申请学贷，伊是北部囡仔。去年考调南部的国立大学，逐项拢着开销，开始申请学贷。减免完大概是1万多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因为他还可以再贷书籍费跟住宿费，然后这样贷完大概是17000到18000左右。要减轻亲像吴同学这款学贷生的压力，教育部推动以后就学贷款补助方案，估计54.6万人符合资格，大约占学贷生的75%。在校中的学贷生，也有今年8月才入学的大一、高一的学生，属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特殊环境家庭、身心障碍或者原住民，也是领贷选绿色助学金，有12岁以下子女，本人也是家后已经有薪，直接扣除最近一学期贷款本金。同学可以尽量不用提出申请由资料的比对勾稽来完成这一次补助学贷的扣抵也若无在学的贷款人，111年度平均每个月所得无到新台币4万，有12岁以下子女，本人也是家后已经有薪，直接扣除1年还款的本息。怀孕或是12岁以下育有12下的儿童，只要有这种状况，是父母双方只要你有就业贷款，父母双方都可以。可以说有帮助但是可能还是可以再多一些其他的措施，可能可以再多关怀这方面的学生。教育部讲。除了有心，也是毕业了后属中低收入者，会使由贷款人6月20日进前提证明申请，其他由政府主动提早补助。也若提前申请的无法度补助，若干那提早还款，就照原来学贷金额去补助本利。记者综合报道。